再来看花莲的喷哦，过去拢是交予民间的环保公司再去屏东的饲猪场，也毋过因为非洲地质疫情，即马外观市拢无要收喷咯。花莲的喷哦，只好暂时先蹲伫枫林的宽科园区，后续要安怎处理哦？即马外界拢正关心。为着要了解花莲喷到底对到偌严重，关于会保安小组特别去花莲环保科技园区勘查，看到现场已经累积上千桶有400多吨的喷，数量真惊人。这都灾区啦，可是我们这边厨艺厂这个道路，我们有把它清出来哦，我们自己全线的处理要处理。环保局强调，马太阳街大水灾了后，大量土沙冲伫环保科技园区，造成设备受损，喷场停止几下礼拜，加上全国禁用喷饲猪了后，原本要外送屏东的喷也无法度继续将安尼累积。那我们目前规划在半年内，我们大概会新设2套的一个快速发酵设备，跟1套的黑水虻的一个生物处理的模式，来协助我们全县的一个厨余的处理跟去化能力。也毋过，关于环境会议112年了后，全国拢会禁用喷饲猪，所以花莲下面临的是要安怎全面企划，加上喷处理费用，互业者感觉压力，要求政府爱重视。目前坊间大约跟这个餐厅业者收费是1公斤1.5块至2块左右。你送到环科，以之前的计价方式要到1公斤2.5元。以上，那当然这中间还不包含这个人事成本、运输成本等等。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收费到底要怎么计价，只能一直载下去，心里就会觉得哇，已经1000多桶在那边了，那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付多少钱。环保局表示，花莲的喷量加好一日大约21吨，输业喷量一日大约40吨。目前环科收获了后，一日会当处理喷的量大约是30吨，收费标准会搁重新评估定价方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